有元气呀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啊。平常你最喜欢喝果汁啊，今天一口都没有喝哎。亮亮，这不像你的作风哦。唉，因为我的手好酸哦，现在连拿杯子手都会抖了。为什么你的手会很酸呢？今天我当值日生啊，要帮老师擦黑板，我还要帮他补充粉笔啊，还要打板擦，所以手才会好酸好酸哦。不然我们来想想办法好了。亮亮，你可以发明一个机器人帮你擦黑板啊！小咪这个建议不错哎。亮亮，你来发明一个机器人，可以帮你擦粪盘、擦黑板，或是帮你补充粉笔，甚至可以帮你打粪排出来，打板擦。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发明机器人嘞？哇，这个就难倒我了啦！粪排、黑板，粪排、黑板。小咪啊，那个粪排上面写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你看不到吗？今天忘记戴眼镜了，看不清楚。粪排上写日行一善。谢谢小蜜。粪排出来，板擦。粪排出来，板擦。彤彤姐姐，你又粪排出来吗？小蜜，你要粪排出来干什么啊？因为我要帮老师擦黑板。哇，这么乖呀！粪笔、粉笔、粪笔、粉笔。彤彤姐姐，你有粉笔吗？小蜜，你要粪笔做什么啊？我想在黑板上画一只大象，那一定很可爱。粪排出来，粪笔。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亮。